最近这几年，民众对台湾本土文化愈来愈重视，学台语的方法也愈来愈侪款。台北着母语团体找来去到新竹图书馆，除了分享家己的经验，嘛要教大家打造一个台语生活化的环境。带囡仔做伙来唱台语歌，佮用笑诼的方式讲台语故事，互大家听。趣味活泼的活动，连阿公阿嬷拢专工带孙要来学台语。一般即摆的囡仔拢是干那讲国语，去学校嘛讲国语，伫厝的甲大人嘛是拢讲国语就是无即个环境去互伊学即个台语。算讲叫伊食饭叫伊洗身躯啦，叫伊通安尼，伊拢听有啦。即单向的安尼伊听有啦。你若规句的拢要斗起来可能伊就较无法度。囡仔爱听故事，阮大人嘛爱看册，甲囡仔有册会使看，会使讲，这是足好的代志。今年新竹市所举办的国托推广讲座，特别邀请台语团体来分享，除了用讲故事以及耍游戏的方式，互囡仔学台语，佮以母语家庭经验来参大家分享，安怎打造一个充满母语的家庭环境。咱爱知影讲学一个语言，你无可能听一摆两摆都会晓，所以你打开始甲囡仔讲的时阵，伊会甲你应华语，迄是足正常的。咱毋免因为伊应华语，你就感觉家己失败，都无继续做。紧倒是你会使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，就是坚持你平常时日常生活继续讲。哪来增加即个讲的比例安尼？你教囡仔讲台语，日常会拄着啥物困难，要安怎解决？互咱台湾有啥物资源会使使用？毋望就是在咱的所有的拍拼会当互家己的活动会当互咱的台语家庭，伊咧带囡仔的时阵，会较顺遂。专家讲，大人免惊囡仔听无台语，就无爱参囡仔讲台语。其实囡仔拢是语言天才，只要一听一讲，加上身躯边若是有台语环境，囡仔真紧就会学会晓台语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